你要讲啥？要切回乡哦，数点点。老师先用马声切一解好吧？好。小小离家落大海，乡音不改鬓毛彩。离东相见不相识，敲门客将何处来？老师用音乐，互恁地感好。好。啊，你几班啊？4、6、班。哦，这个哦，来，咱开始音乐要唱哦。来，甲恁古水的面，安那变出来，送伊个很笑啊！敢要看课本？哦哟，恁这厉害哦！来，爱大声甲伊笑出来啊！小小离家落大海，乡音不改鬓毛彩。离东相见不相识，敲门客将何处来？哦，够高啦！小离家落大海，乡音不改鬓毛彩。离东相见不相识，敲门客将何处来？何处来？哦，老师爱笑恁呢，恁拢这搞啊？阿汉内，你读册敢好？啊？阿汉内读迄个读册。哇！对，你就搞的呢。预备，开始哦。小小离家落大海，乡音不改鬓毛彩。离东相见不相识，敲门客将何处来？哇，够好啦！来，大家都来唱。大海，乡音不改鬓毛彩。离东相见不相识，敲门客将何处来？何处来？来，恁用马声搁唱一摆敢好？用马声哦。来，啊，老师音乐改安啦，结束哦。来，小小离